出水个好。各种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讲，各种今仔日就你来研究几句啊，社会上加减有人咧讲，啊，毋过目前台语的字典内底差也无迄款的字句。头一句咱来讲啊，你对人真好咧，人客若来，你拢甲礼待。礼待，当然就是以礼相待。啊，毋过吼，各种去变，字典内底吼是还阁无即句话。礼待这毋免伤解说。当然，咱看到人客来听茶咯，好啊共按来，好啊共接待咯。安尼就是讲哦，这礼待你，这算较浅的。敢若看字幕，咱就知。毋过你也知影，你也知影讲有的人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伊毋是讲要来甲你好好啊讲话，做你的贵客，毋是啦，是来遮吼要甲你献八刀边摕所费，要来揢油的，要来甲你卖1斤3万的兄弟茶啦。那当着即个代志的时阵吼，有啥物款的场面，咱若哪毋通讲吞忍，毋通委屈，毋通揪起来呢？咱若哪爱担底呢？哦，担底即句话吼，那老辈我咧听迄个四句连7字啊。念歌内底有啥代志我担底，阁有人咧讲，毋过国情吼，专工去编台语的字典，无看你担底就是啥？担底敢若看字幕，无听有的朋友看较无。简单讲，就是现代人咧讲担当啦。对，事来就用，事去才静啊。代志若来的时阵好歹，你无面对，敢会当上？总是啊，门若拍开，生理咧甲人做啊，社会咧甲人行。绝对无讲咧惊讲，啥物人来甲你揢油，啥物人来甲你行逆的啦。咱遇着歹人，咱就安尼勇敢甲面对。啊，若遇着好人，甲咱联络讲，明仔载我要咧坐，要咧拜访哦，你就爱量早呐。门口定爱记个扫帚变互清气。扫帚即句话，犹原也是国政头拄我咧讲。迄若字典到我即摆摕咧查过去，你无论讲台语大词典也好，无论讲教育部的词典也好。应该是还阁差无，啊，毋过扫帚有影口语中吼，真侪爸啊姆啊拢会阁咧讲哦，就是啥，就是摒扫嘛。国情头拄我咧讲，迄若好人要来咱兜坐，量早咱就爱扫帚，量早就爱摒扫啊！你生活中的口语、台语艺术的所在，虽然字典差无，毋过咱解文说理提出来探讨，互你做参考。